每一种挑战，我都敢劲爽到底。百事可乐无糖，每一种口味都劲爽。无糖零卡，劲爽够味。够清爽，超自在。肯德基杨枝甘露超肉肉茶系列7月11日全新上市。糊涂，你花了老子多少钱了你？18、9岁的人了，天天打游戏，你打球了你打？您的驾驶车，为了不影响您往前，请尽到到家人台。王官，我手机丢了。哦，看一下监控啊。不能。手机丢了，真看出来了，有数的。要耍你就耍啊，不耍就走。来，好上。我也刚丢了工作，我没办法呀。快些！我真没钱，我手机也刚丢了。再上点，你小点！哎哥，你干了的，真像个劫匪了。哎，为啥不让你看摄像头了？不是，你得自己把自己当回事才能哄住人。这时候跟我注意无损的，嘴满欠着呢。上去我就哐给他按地上，啪啪给他2屁头，啥话也不说了。
请输入交易密码。请输入交易密码。请选择。哎，有事儿吗？那个，借点钱。我没钱。包里。自己看吧。不是，我俩明明看见你拿着钱包进去的。进哪儿了？这银行。我扔了。扔了？你扔哪儿了？银行门口的垃圾桶。你们俩当劫匪也太不专业了，脸都不知道遮一下的吗？啥情况？啥情况？没钱。没钱。本来就没钱。你别逼我俩啊，要不然我俩可搜身了啊！搜，搜啊！来，不是宿舍吗？来。这个要看一下。包。那钱包偷的。这个结一下。S5。要不你换一个吧？我爱喝。感冒也得实名登记了。你啥时候感冒了？哎，不是，我对象老感冒，你这样的还有对象啊？我也是刚转的行。你去实名登记了？你们还买不买了？不买我马上关门呀。
我们是。等一下，我给我家丫头发个视频。妮妮，你看一下，妈妈刚给你发了个视频。那个小乌龟能笑死我，从上面就掉下去了嘛，和你宿舍那个一样样的。逗死我了！哦，行了。我饿了，吃饭去。这事儿闹不成。到这儿了。服务员点菜。哎，我们想吃点啥子嘛？烤羊肉串要30个，烤鸡皮30个。你俩吃肥肠吗？什么贵啊？你们这儿？生啊，行，就来这个，烤生蚝20个，扇贝20个，一大份烤鱼，3个炒方便面，再随便炒个青菜吧。油麦菜馅没得了，不要了。要不换一个蒜蓉油菜嘛？不换，蒜蓉娃娃菜。好。老板，弄俩腰子吧。那就要4个，再来3个啤酒。小玩意儿还是不要喝酒的。你香。开几瓶？先开3个，然后那个腰子快点啊。我操，兄弟，你真定了啊？我以为女孩都一样，爱装。吃你的串儿吧。老板送的。好，谢谢啊，大哥。这招牌真长呀。自己要钱的。那怎么样？不给钱怎么了？吃。就是。来，拿上这个好吃。他对象长得好看吗？我们其实也刚认识啊，一时搭的伙。好看，特别好看。我给你们看照片啊。没电了，肯定和照片长得差不多了。网恋啊？那一天，我问那个女孩，我说你为啥一要见面你就感冒？她就跟我说，你要是给我买个新手机，我肯定跟你见面。这不肯定是个骗子吗？就你傻。也不一定。大哥，你就别跟着一块骗他了，行吗？我今天下午在门口打架，有个人从我旁边跑过去了，那人说是你啊？你想想，我下午跑的时候啊，旁边有人在打架，啊，一个胖子骑着一个说，那胖子是你吗？啊，你骑在人家身上，我说打他。你是我们小区门口的保安？哎，咱俩一个小区的。他是我们小区保安。
我让你留一杯。我喝了，来，我想想啊，不用想了，你想起来你要干嘛呀？你想？我想想，我就是啊，你想起来你要干嘛？我叫啥，这重要吗？啊，他叫啥，你叫啥，这重要吗？啊？我算是不明白了，为啥非得找一个人才能一起过呢？小高，都4点多了，你先回去吧。这里我来收拾。微信给我。你不是小偷吧？我妈把她的银行卡密码从我的生日改成了一个认识不到半年的男人的生日。我今天下午在我们家小区门口，我爸当着所有人的面给了我2笔头，然后我就跑了。一起看吧。那个，我先上厕所。老板，哎，别踹。几个兄弟，不好意思啊，我们都准备关门了，主要是厨师已经下班了。什么意思了？他们能吃，我们就不能吃啊？你是不是看见那小姑娘好看了？大哥不是那个意思。就了。好好好，这都是什么了这是？你拿呀？贵了啊！不要生气。你看看人家，看看你，说个别子，哎呀，真是。明天提了哥。好玩吗？干了啊？结账了吗？小慧，不要动。去哪呀？不要走嘛！你们要是走了，老板不得撵我们走，是不是了，老板？哪个可能嘛？他们是结完账的，赶紧走！哎，不去啥子啊？站住！让你们动来，让那个美女过来。
干了。我靖哥，靖哥，你啷个趁大锅的救火呀？赶紧回去了。哎呀，那他叨叨了。完了。哎呀，过来。欧生，好玩了？蒙你花了。大哥，算了，他们确实。悄的啊。哥，咱有话好好说，行不行？公开了啊。有你省事儿了，我一下。下巴了你！啊！还不快跑！弄他！干他！老对你！好，走，走吧。要干嘛？报警！操！干！老四的！来，你回来的真好，哥！才多大呀啊！这么晚还不回家，多容易出事儿啊！等下一起回所里做个笔录。昨天早上来我家了。我叫李丁。马浩。你叫什么？什么？回家了，拜拜。拜拜。